근데 다 담보 처럼 시급바 해라. 다른 게 신경 안 해. 那么今天呢，你们就是要听的，就你们所要听的这些内容呢，那么就由我来，就是由我来决定到底要讲什么。얘네야 나 처럼 라마 말아야지. 但是呢，我并不是你们的上司。말아야지. 가인 세나더니 라마 세야 될라더니 최주식 참고래야지. 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上司呢，事实上他需要具有4个特点。게자 시행킨 용조다 게자 시행해봐 뉴체 될 라마 말아야지. 就是说，如果单单只是说他很善于演讲，很善于讲各种的事情，这个还不是所谓的上司。 더공에 간지세 시행을 세대더니 삼소리 제린시. 그러와 코란츠 되네 나그 샘라 삼소 가래 여바데 슈라라. 대 파시 니 되네 니그 지망 아주 좋아들리 제거라. 든두시네 카 파츠 아주 참아 산제레 대바단 더 덴동이기 대바용기 그 뭐인디 디바달라 난추시야 그 지도 파츠 로랭도 세네다 삼소리 제린기 잠이시. 现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主要呢就做一些，比如说一些想法上面的沟通，这样，因为毕竟我们大家对于佛陀、对佛法，都有信心，那所以呢，在对于佛法上面，个人呢有一些不同的这些看法、想法等等，可以彼此做一些个讨论。对，刚才的些原因是哪些？大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근데 가장 홍콩이 ngō시바 다 자살 뭐지 로마 ngō시바 때니 자모시 랩송 자모시 코라 마운이 랩송 태롱라 因为之前呢有一个那个从香港来的一个师姐，到了台中，那是加沙人目前的一个弟子。 근데 검 작당 때서들이 로로지라거든. 所以呢，他就请 Kimbola 教他那个怎么样做禅坐、做静坐。 나랑 뭐랑 그 노바 여바다 나랑 그 시바 카시지 로비. 那所以呢，他就呢，因为那个师姐她自己本身真的在这方面她很想要学，所以呢，他就配合她的情况，就教她怎么样去做。 지만해도 되네. 저랑 라마 차그라 와라고도. 然后之后呢，就这样子，就是教了之后呢，那个师姐问他说：“哇，那你就变成我的上司了吗？” 那好嘞。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惊讶，怎么有这个问题？ 我个这当他没路20能些了，等你去写为意思，写着的说的喏。他呢，大概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有20年的时间是在那个佛学院里面讲课的。写为意思，也那样大把的人，我了多么都不几个没事。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他没有一个弟子。 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上司。因此呢，所谓的上司呢，就是说真的是要记住4个要点、4个特点，那么才 可以称之为上司，并不是说能够这样随意的表达，这个还不够的。特别呢，当我们谈到所谓的根本上司，다 사자치 보세요, 그러? 생우 샘지 못죽, 남네 당아 생우 죽히, 생우 째바 맞제바 그 생우 뒤 째바 나기랑 생우 추요나 这早不那么就个要的嘛，都把个往虚把脏些的，吃虚把脏些的，这早那么麻的些。因为呢，所谓的这个根本上师，它特别指的就是说呢，在那种大手印，就是心性的教法上面，那么呢，它能够给予我们这个心性指引的这些教授，不单单是给予这些个教授，同时呢，你呢真正的依着这个法门呢，你真正的认识到了，或者是 了悟到自己的心性，那么那位师父，他才是你所谓的根本上师，并不是说为我做个一些灌顶或者给我一些开示等等呢，这样的上师就称之为根本上师，不是这个样子。大家的刚这些意思呢？
那为什么谈到这个部分呢？哎，我谈到谁都，但是没看见个老问题，我找那么的几每的是那老问题。就是因为呢，常常会遇到有一些人就问科目说：“哎呀，我的根本上司到底要怎么找？这样子，我的根本上司是一位，还是这一位，还是那一位？”这样。我那哈来就是当不。然后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开始有一点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像我这通过一个那么知道同志这么去看着有不有那什么呢？我心里会想说：哇，竟然会有能够就在现在这个时代有能够为众生指引认识心性的这样的殊胜的上师，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起码我那个就这样我告诉。但是后来呢，当彼此之间详细在谈的时候呢，讲对东巴的那些呢，这会破坏因谁玩着我当呢？王学牛谁看着我当呢？错把娘的错牛谁看着我的？别去点是学牛谁给，得出名，得出几牛老问题是不的。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呢，他把为他做皈依的那个师父，也才是根本上师，或者呢，给他一些经书上面的解说开示，或者呢带着他做一些共修法的这样的一个师父呢，他也就称为他就是根本上师。我呢，的呢，他那把三节吧，个搞别下那么就公巴做个人那是，搞别下，但是别下的这个公巴打的谁不人呢？那如果真的说，譬如说我们对于就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些经典等等，那么呢去做一些解说。他说的呢，王龙当他讲的东巴那听见的呢，那么搞得精致一些，人呢早那么骂的一些。就是说，或者是为我们传说一些灌顶或者一些修持法门的讲解等等，这样的师父呢，对我们来讲就是具有很大的恩德的，但毕竟他还不是所谓的根本上师。这是，这人对他那个的这是。但呢，早不那么人当没谁啊？的，那么的生活这个当晚那些我让来呀，我处呢，现在早不那么就个意思。因此，之所以谈到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要很清楚的去知道说什么叫做根本上师，就说他呢能够为我们指引心性的这一部分的教法。同时呢，我们自己在接受了这个教法之后呢，也能够真正的就这样子借着这个教法，然后认识到自己的心性。那么这位传法的上师就是根本上师。但呢，别那他不怎么讲了，那么别忙不要的，那么忙不等去学的。举例来讲呢，像冈波巴大师，他呢一生当中他有很多的老师，他从很多的师父学习教法。但是呢，他的根本上师只有一个灭日巴。人家他得来偷的，我弄忙不学的，当我忙不学的，生活这呢出谁呀？得了，人家得来偷的，找不那么赢的没谁呀的。那当然呢，他从这个密勒日巴上师呢，那么领受了很多这些修行的开示，那也接受了很多这些灌顶啊、口传讲解等等的。那么最重要就是在心性的指引上面，那真正依着密勒日巴的这个教法，然后了悟。对，他这当拉们当他呢拉么个，他这当搞的那个拉么他找拉么个切不拉，他是呀的。所以呢，主要刚刚谈到就是说，一般所谓的上师跟根本上师，那当然呢，就一位上师而言，对我们都是具有就是说无比的这种恩德的，但是呢，上师跟根本上师之间是有差别的。对，他讲我给这写的，他这个整个就给给落着呢，你给这写个，他那也是你写个话来写的，给就是写的，找那么讲嘛的，我找那么讲嘛的嘛。所以今天晚上呢，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些佛法上面的这些开示也好，或者是主要呢就好像是老师的那个身份这样子，因为呢，就像学院里面老师对学生在讲话一样，所以呢，既然是老师，也就没有所谓的上师的这个问题。
근데 네 제가 내가 다들 신의 야본도 삼성시 좀 전에 되네 되네 제가 라마당找拉玛一美国的都是学习。最主要是因为自己觉得说，就这个部分呢，稍微能有一些清楚的了解的话，应该是会对大家会比较有帮助，所以呢，就先提到这个部分。